教育的本質，從注意力開始。The real currency of life is attention. It has what you choose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what you do about it. Naval Ravikant。人生真正的貨幣是注意力，你選擇關注什麼，以及你如何行動，才是最終的關鍵。納瓦爾拉維坎特。許多人以為金錢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但金錢無法購買時間，更無法讓你真正活在當下。人生中最不可複製，也最容易被浪費的，是你的注意力。對孩子而言亦然。在這個資訊豐富、選擇過剩的時代，孩子真正的挑戰，從來不是知識的缺乏，而是他們的注意力該放在哪裡。每天世界都在向他們招手，學業、遊戲、排名、表現，但那些真正值得他們關注的事物，品格、思維、內在的自我成長往往無聲無形，卻悄悄塑造他們的格局與人生方向。其實教育的本質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引導孩子學會三件事：關注什麼，如何思考，為什麼行動。教育是幫助孩子建立一套注意力乘以價值乘以行動力的內在操作系統。